邢彦之呢，出身于评弹世家，他的父亲邢瑞亭老先生和他的姐姐邢文之都是著名的评弹演唱家。他的姐姐呢，也是邢彦之的开蒙老师。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邢瑞亭老先生跟邢彦之的姐姐邢文之共同演唱的三笑选段《梅亭相会》，大家欢迎。当把后了啦，忽悠里向，千女吹响，两家里也得落梅亭去，代代中曲，姐姐亲啊，一个亲。他们花季。水相依，此刻去不红颜兮。爱着红喜呢，一个啊，他是君和大雷，生计出身国女。
线分割男人，看我拿哪里去编个红线，编错在，哎呀呀，姐姐呀！你是学会编辑，神机山，来自微信吸收西。一听，崔香弄我一个人比两人，知己知斗三知己天无人长，谁人比他？知斗是面孔标注，什么与知己知谁？知斗知嘛谁嘛上的？哈哈哈哈！可惜了。哎呦，那对不起这好些什么？那。不离气血，两家人过来么上一顶线的，他们两人的弄法下江山，说今日披动两线主，随大家来过旁边，两只标志面孔倒影上树下。下面那一块线竹人把它吹响，一脚一听，嘚儿不等，哒哒子50里下，你那几杯落花与水面，似乎移过来，移到吹响影子的面孔浪向，三个妻子追赶，但没好不像姐姐呀，你看那看是什么啊？那姐姐们学会自己真追迷，吹响一口眉，这个水花一球一球拉移过来，移到自家影子的面孔浪向，三个妻子追问着，哎呀，彼此一个老头不了还做哎。四菜吞了吞，几恰吞到大把和影子的河坡底下，三个车子走上着呢。哎，哥哥，啊、你来看呀！看什么？你看狗一吃吃大把互相切开，搿翁蔬菜几下吞到我河坡底了，但好不像在姐姐呀，你见了嘴里嘛，我见吃里呀水。